近期一套有關聾人嘅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引起社會對聾人嘅關注。咁聾人實際上有咩生活困難呢？並唔係我唔想聽，但係我真係聽得唔清楚，咁變咗咧好多時都聽唔明白啦，或者冇辦法聽入耳。你哋大學讀書最困難嘅地方係咩啊？冇手語翻譯啊！冇嘅，但我都話冇。老實講，識手語嘅聾人好少入到大學嚇，即係根本基本上佢喺中學已經冧咗啦。都全香港或者教育裏邊或者其他嘅地方啊機構各樣都想無障礙㗎啦，想共融㗎啦，咁點解咁共融唔到咧？陳紀柔係一位聾人，呢日佢去參加推廣手語嘅活動，搞活動嘅語橋社資係一間提供手語傳譯服務嘅非牟利機構，而佢都希望社會可以正視聾人呢一種身份。即係俾大家知道多啲一個聾人嘅日常生活入面可能面對緊啲咩嘅困難啊，同埋俾多少少佢哋知道例如一啲聾人如果佢遇到呢啲困難，佢哋有啲咩嘅解決方法。紀柔係一個先天性深度聽障嘅傷殘運動員，由細個開始已經接受手語雙語教育。喺嗰個時候，紀柔媽咪已經帶住佢去參加游泳班，而且會喺隔離將教練講嘅嘢通過手語話俾佢聽。紀柔即使做乜嘢都困難重重，但佢依然喺14歲嘅時候代表香港出戰海外。我覺得係呢啲運動嘅訓練咧，或者比賽嘅過程咧，都令到佢係比較堅毅啊，同埋唔怕困難咯。紀柔因為聽力障礙，喺讀書上面都面對好多挑戰。係啦，好似咁細個要自己慢慢去揾方法自己解決，但係又未必解決到咯。雖然面對困難，紀柔中學成績一直都保持中上，最後仲成功考上大學。不過佢發現聾人學生喺大學又會面對新嘅難關。陳紀柔係教大3年級學生，喺冇手語傳譯人員嘅情況下，佢只能靠讀口型，加上主要教學語言係英文，所以只能夠接收到3-4成嘅資訊。咁學校咧俾咗都有一啲支援我嘅，例如咧佢哋俾咗一啲可以借咗一部 iPad 俾我，咁我咧可以去上網或者 download 一啲 app 咧，就有一個即時嘅字幕傳譯服務。會有幾種情況嘅，第一就係睇下個老師講嘢嘅速度係咪好快。咁如果佢講得好快嘅話咧，咁個字幕同時亦都會出得好快，咁就可能會有啲時候跟唔切上面嘅內容，即係啱啱先理解完上面嘅內容，下邊嗰段係推晒上去嘅，咁我就可能搣咗成段嘅內容啦。亦都有可能係好似而家咁樣，我一路講嘢，咁佢就係呢一段係新嘅嘢，咁佢就冇晒啲標點符號嘅分段喺度，要啲時間撈出嚟，跟住亦都睇下老師講嘢有冇口音啊，或者係佢會唔會中夾英咁樣講嘢？咁如果佢係中夾英咁樣講嘢咧，咁個語言就轉換唔到，就即係如果我有疑問嘅話，就最好寫低咗先，跟住之後等到我有個筆嘅時候，我就即刻去揾。但係問題係，等到個筆嘅時候，你已經唔記得咗你自己唔明啲乜嘢。最好就當然係即刻去揾啦咁樣。但係即刻去揾，因為我又搣晒成段嘢，但我又唔知道自己搣咗啲重唔重要嘅嘢出嚟。撳呢個錄製及轉錄，咁佢就可以開始錄製啦，同埋都會有啲轉錄文字出嚟嘅。字幕軟件嘅準程度有幾高呢？而家翻譯一條有關資本主義嘅影片嚟實測。呢個字係由法文翻譯過嚟，意思係指聚集喺有圍牆嘅小城所形成嘅市集入面嘅各種工匠、手工業者、自由業者又或者係小商嘅。可以睇到資產階級翻譯咗做非產階級，bourgeoisie就翻譯成部署話是有圍牆就翻譯成異遺傳。其實唔係淨係紀柔要面對呢一個問題，一班聾人嘅大專生都有同樣嘅經歷。覺得都好麻煩啦，同埋都要錢，即係牽涉錢嘅問題啦。
係啊，因為咧係要我自己俾錢請翻譯嘅，咁你都好窮啊，真係唔好意思。係啊，咁出嚟。大學一般會同非牟利機構合作，例如宇橋寫資，為聾生提供手語傳譯嘅支援。26歲嘅 Heidi 現時全職手語傳譯人員，佢今日同另外一個同事嚟到香港大學提供手語傳譯嘅服務。一個課堂通常可能2個鐘至3個鐘嘅，咁我哋傳譯員通常就20分鐘左右就差唔多去到一個 maximum 嘅體力或者係努力，係啦，咁之後我哋就需要去換一換人，去俾自己休息下啦咁樣。如果有手語傳譯咧，佢哋就可以即時吸收到個資訊，有咩問題都可以即時問翻老師，佢哋可以多啲參與到課堂嘅活動咯。咁對佢哋嚟講都係可以，即係同其他健聽學生一樣有個平等啲嘅學習環境。由於大專聾生需要聘請2個受過專業培訓嘅手語傳譯人員，所以1個學期嘅費用大約係13萬。如果冇資助嘅話，聾生難以負擔得到。教資會喺2022年至2025年期間，向8大提供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特別撥款，分別由嶺南大學嘅330萬去到香港大學嘅1440萬，總共6750萬。根據教資會指引，大約40%嘅撥款會用作員工同一般開支，餘下50%嘅撥款會用嚟提升學生學習體驗。而家8間資助大學大約有100個聾生，而每間大學對於聾生支援嘅政策都各有唔同。紀柔試過幾次向校方爭取手語傳譯人員嘅資助，但係每次嘅答覆都係第一咧，佢就話而家咧暫時咧我哋科技嘅發展都好好啦，都唔錯喎。咁佢就叫我試下用咗啲科技嘅支援先。如果將來咧，你出到嚟社會工作都係冇手語翻譯嘅，咁所以咧就好意思就係好似俾你早啲去習慣同適應。咁你點樣睇校方嘅回應？好唔合理咯。我哋以大學線記者嘅身份聯絡教育大學，希望校方可以回應，但係直至截稿依然未收到回覆。對於大學支援聾生嘅措施，姚勤敏話：變咗大學喺處理呢一啲學生嘅經驗，其實係好欠缺嘅嚇。可能都係會覺得啊，咦唔係喎，一路都係話佢哋助聽儀器幫咗佢好多個咯噃。又或者係有筆記服務啊，或者有一啲字幕俾佢嘅時候已經幫助好大，即係會有一啲咁嘅誤解啦。但係我希望社會或者大眾咧都唔好無視佢哋，或者唔好咧好似同佢哋有一個隔閡。都真係要俾翻手語翻譯佢哋啦，要俾佢哋有辦法融入社會啦。其實佢哋可以用手語去溝通啦，呢個係佢哋最舒服嘅語言，咁我哋都應該要尊重。我覺得最緊要都係尊重啦。有啲人中意講嘢，咁我哋要尊重；但有啲人唔中意用手語，我哋都要尊重。其實都係可以嘅。